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本说理。好比讲，今日咱来研究几句啊，台语四字的成语，甲讲话有牵连。咱知影讲，上米饲百样人，有一款人，什么秘密，伊拢藏伫咧心肝内。台湾话一句成语，讲做含珠不吐。这句话吼，你若看戏台顶，小声小段，常常咧讲，就是讲吼，你甲问，伊拢讲拢毋甲你应声。各种头拄仔咧讲，秘密藏伫咧腹肚底，袂是讲敢若喙干一粒珠咧，这粒珠若无吐出来，当然伊就无在条开金口讲话。安尼叫做含珠不吐。有，各种啊，世间确实有即款人，你都无论啥物代志甲讲，伊永远都会替你保守掉的，甚至佫会替你按摩。当然啦，若有含珠不吐的人，就有另外一款人，啥物款？你无甲问伊，就讲大声啊啦。即款的台湾话四字的成语，另外一款形容，讲做食钱兴讲，食钱啊吼，若兴食迄句讲的是啥？你敢知？典句接袂句，咱当作立起来话来讲，有人讲做囡仔食钱兴讲，啊，即个讲拄啊甲讲话讲共音，食钱兴讲，就是讲你还袂甲问啦，伊就安尼一直踢啦，坐落吼。国正啊，我甲你讲。你敢知影吼？迄个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外口面交几个女朋友，你敢知？真济秘密，佫毋是的，伊嘛生言造语，甲你补出来。当然啦，你若囡仔食真兴讲，我哪有另外一句俗语话，立起来话典句接袂句的。颠倒边讲老人食钱讲无效，老大人都无在条撑迄个钱啊讲，所以讲无效，就是咧讲即个人吼讲无效啦，歹行浪动啦。啊，那安尼我哪有台语四字的成语哦？讲无效，就是讲伊所做，最后做到徛尾啊落哭，所做的歹代志要讲，会了袂尽。吼，即句搁较艺术，朋友啊，会了啦，讲会了，讲会完啦。即个了就是结束，就是收煞。讲会了，但是讲袂尽。你甲看台湾人外语就好，写即个四字的成语啦。讲会了啊，本来讲到要完啊，讲伊的歹空啊。讲到遮挺好要啉茶啊！我甲你讲啦，会了袂尽啦。简单讲就是讲会完，但是讲袂透。你甲看外形就好，看外涵就好，看外交写即个成语就好啦。